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常常讲，我哋国境之南，如果我哋现存吼，睇我哋清朝光绪时间，都已经是一个样呢。当初呢，为到爱做一个神像，嗰时嘅时间，抢个改动我哋广东嘅潮族啦，还有我哋六队嘅客家人去下去天数做下神像。嗰时间哦，因为你客人嗰度，嗰时有一个客人一条街有客人街，但是渐渐的，人家这边的客人路可能地系客人，但是已经唔会讲客话嘅。喺民国99年，睇我哋恒春镇成立嘅客家乡亲文化交流协会。我哋今日都係有聽到我哋更加嘅會長，我哋一會佢一會做了那個現場，同你講當初一位文化交流協會做乜嘅成立，同時而成立嘅過程係乜嘅？我哋馬上訪問今日鄉親，我哋嘅朋友，我哋一會長嚟到現場，一會長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也非常想問一下哈，因為頭頭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嗰時就民國99年嘅時間有成立咗啲恒春鎮嘅客家鄉文化交流協會嘛。睇一非常嘅言，佢想係北浦客係咪？係，但係對新竹咧新豐鄉來嘅。新豐鄉來嘅，係。本來係講去咗嘅啦，因為係來客南浦沒有講到西安哦。可能有啲冇買標準，唔怕，因為今年意思講，人家西安喺來到我哋南浦南學啊，還是講幾時喺新竹都不？新竹咩有西安人嘅，係咩有啊？但係入邊是講較多。係入邊係，因為我常常會佢因為講，我哋真係北浦嘅鄉親，先得佢哋去，你講海陸啦、西安啦，攞嚟切嚟，談得到佢會講，談得到佢講，但是像我哋南浦話，因為大部分都講西安。我估數其實我哋嗰社會談到海陸業，同時我哋嘛唔到會講海陸業咯。但是我哋北部嘅鄉親，讀到北部鄉親全部都話呢，西安海陸嚟切，係都真係當初都可能都幾片地方都有海陸同西安嘅鄉親全部係咁啊，嗰數私人語言都可以安尼啦喎。咁我想請問下，因為你即係講係新竹嘛，嗬？幾時先來到我哋台灣安南島呢啲鄉村？喺來工作啊，還是來啊係咧咯？民國70年嘅嚇，南浦嘅核三電廠，我新建嘅，我這個下來要去參加核三嘅新建工程啊。過來是8天呢，是繼續做維護運轉嘅工作但是做到了嚇，因為沒讀很多客家人沒青島地不讀。天窗地嗰度未讀到清楚嘅客家人，都該99年嘅嚇，呢個創始會長鍾建偉先生就講我清島嘅客家人冇互相認識交流啊，就請到個朋友從那來認識客家熱心嘅認識，就請個熟悉嘅行業。來冬天大家要都下來做些嘅嗬，沒長居在這裡就有到都該本來係行業，那唔曉佢哋講客話咧，係認同佢自家行業咧，從下來組成客家鄉親文化教育協會那就算來是第7屆嘅跟會員，一屆係2年，然後第7屆算出來是第14年，那個客家文化協會是算來真有歷史嘅，都有很順嘅係種靜態嘅團體，大概853年所以創會都了下咪差唔多了，同我有青島咩，因為退休嘅啊，還有工作單位嘅啊，就退出，還有護士都減啲咩，所以大概人數差唔多850。嗰數等於如果呀10多年來多少都差唔多有153那其實咧，頭先來講，我哋咧核三廠其實提供嘅幾多嘅機會，俾我哋北部嘅客家鄉親來到我哋南浦來做事呢，
佮当初即个来南部的时阵，有想到讲，我哋南部其實嘛有另外的綠隊，無你講我哋講埔里啦、同埔嗰邊嘛有行。從唔啲呢，家下來從唔啲，有啲就行嘅，就尤其係恆春從唔啲。所以當初喺70年嘅99年嘅下吼，剛剛創始會長鍾元輝先生就有到熱心嘅人吼來參加吼，邀請嘅當地嘅吼，所以什麼同大家來認識交流，就前後嘅大家咪咁啊就做認識。睇啲人看可能全部係好多年內的地方有一啲行業內的組織，尤其係像河山上帶來安道無同樣地方行業新竹啦、苗栗啦，還有南部嘛嗰度嘅行業嘅鄉親喺嗰邊，嗰度其他邊我哋咧很真正嘅客家鄉親文化交流協會，其實算我哋最南邊嘅一啲客家嘅組織吼。咁我想問下非常，當初來恆春嘅時間，你度寫啊？家下來是23歲年，23歲過年強嘅時間。家下來是因為工作嘛，就講家下有咩10大建設啊，就東嘅新建，就講也未前後，家下就咪講核三廠可能會到第3部機組、第4部機組哦，可能有預計有6部哦，工作咧做到退休。因為啱樣是好啊，應該前後就下來，結果到民國74年嘅嚇，因為可能經濟發展冇咁好，就停起來，本來愛去核四面就停起來，就幹下是我又是我們轉去在土地廠就下來參加佢嘅維護運轉嘅工作，到民國是今年咯，120年3年，將退休哦。因為大家全部行到了，生意沒到了去，結婚沒生，公孫呢到了去，所以繼續帶到了去呢。可是等於如果人生過後半段。嗰度時間全部喺南部誒，錯啊！哦，因為你知啊，23歲下來嘛，哦，23歲算是北部人，但是23歲喺度算南部人啊，所以後來其實喺南部嘅時間過久誒。錯，比北部嘅呢出生嘅地方，大概過久誒，係啊，嗰度唔聽算是我哋屏東人誒。嗰時像唔知㗎，聽成日比如講唔聽我哋咧客家鄉嘅文化交流協會嚇，你嘛已經有研究嘅時間嘛，同時喺我哋南部最南端呢一啲客家嘅團體嘛，嗬。喺一般來講啊，也為文化交流協會，而他有攀用嘅法通啊。哦，因為恆春哦，冇嘅正式嘅客家聚落哦，所以我攀呢條固定嘅法通啊，較困難。像我假日嘅時間吼，大部分咧要上班咧吼，仲要轉去下睇休息嘅冇帶到恆春嘅咪青島，所以冇固定嘅。但他就睇前嘅活動，記得是應該是100年嘅，啊都係恆春咧就係廣寧宮，我攀嘅三山國王廟嘅全國祭典吼。去都恆春攀，是算最大嘅法通吼，客家法通，然後去請北人莊嘅人士吼下去參加吼，因為像其他嘅客今年要較大嘅，就是因為屏東縣政府客家委員會有辦那個嘛板條節哦，都咩去到咧個廣寧宮，而家咩三山國王然後吼，舉辦嘅板條節，佢講咩板條三兄弟吼，所以講客家嘅板條，好多年嘅粿啊，還有個外國嘅洋面嗰度吼，所以板條三兄弟嘅都係恆春嚟辦，咩算較大嘅客家法通。咁從即個來講，等於民國99年成立嘛，哈，100年嘅時間，佢廣寧宮嗰邊有辦咗第一擺全國嘅三山國王廟嘅法通，好，一直到我哋去年咧，我哋有辦一啲板條節，哈，板條節咧一啲法通係恆春。咁從即個對於啲，等於講唔係對我北部來嘅行業來講嘅話，
从提一边南埔落去参加一位客家的文化活动，你这个感想係樣？係是感覺就係嗰時現存有一個較固定的活動是真好的，做得到推廣的呢客家文化，因為冇個固定的聚落就較可惜啊吼。其他像較固定的活動，都協會是當然哦，差不多9年啦10年個下，是來辦客家莊參訪哦，差不多有2台嘅遊覽車可以去做北中南，有東部哦，可以去參訪嘅客家莊嘅活動較固定，個每年年終嘅聚會，為大家年終聚會為來都會員嘅聚會一擺，也算較固定嘅活動。嗰時雖然喺我哋嘅南投同我哋嘅恆春鎮，其實喺我哋過去度好容易嘅地方，但是我哋來自台灣各地嘅鄉親喺一個地方成立嘅社會，睇下人共下來呢度客家鄉親嘅文化，所以是成立嘅事情。首先好我哋喺我哋買嗰度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所以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恆春客家鄉親文化交流協會嘅會長葉文權葉會長，同人講喺當初一位文化交流協會咧成立嘅一個原因吼。咁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其實23歲來到我哋屏東恆春，伊都更加退休嘅嘛吼。然後第二，如講喺屏東嘅你哋都已經變自家嘅新竹灣個舊樣，啊，能講日舊他鄉變故鄉，哦，更加屏東應該冇算人故鄉啦，哦，咁種安尼23歲都更加好喺屏東係我哋恆春，我哋大研究，咁對你來講嘅話。因為你這個本來係新中醫嘛，後來因為工作關係駛到我哋南部，南部對你來講嘅話，係乜嘅想法，尤其恆春啊，對你有乜嘅特別嘅意義冇？對啊，了不是已經40年，變咗我哋本來出生嘅23年，變成這個故鄉嘅古文啦。故鄉嘅。我想問一下，埔苗嘛係南埔人咩？係啊，埔苗嘅咩？是茶省。通埔嘅，通埔，通埔咪係客人呢？錯，唔過佢哋全部咩唔曉講嘅。哦，係啦，係。咁而這個地這個係客人。地，因為佢哋嘅稱呼像阿叔阿伯嘅對吼，係咧用誒客家嘅稱呼哦，所以真清楚佢哋係咧客人。咁想問下，咁從入嘅聲音你有冇講客家嘛？從啊睇冇嘢吼，加講下有專業先做嘢係。家媽媽聽台，這時節是聽我講，我睇因為辦下來了尾吼，到了尾帶冇，個環境較冇，是講冇按順的，係咧天氣是較冇，第三呢因為老外哋要咩為恢復嘅嘛個客家話讓它復甦哦。要講較多的，第三個要較唔會講。第三個要就不會講，好，係啦，就真的是聽到我哋幾時節嘅教育政策啦，因為而家後來變成我哋呢一啲鄉土文化教材，甚至更加係一啲我哋佢創業嘅一啲語言嘅一啲我哋講附贈嘅時節，好，嗰度其他嗰度聲音咧，開始慢慢嘅完成嘅時候，開始會接觸到客話。咁因為我哋呢一非常係北埔客嘛，佢當初來到我哋南埔，除咗同埔玻璃以外，又對我哋呢6隊有個認識。家下面冇懂事，本來因為到喺工作嘅時節，就知道也青島嘅客家人吼，講嘅語言，當然北埔嘅語言咪冇親相同，冇親相同，就咁陸續知道，有啲咩6隊啊，語農啊，語部啊嗰度吼，反正青島咩青島嘅。誒天創嘅客家人咯，係啊，就將啲協會建立以後吼，就
更较认识的。係啊，移民都有講，你可以客家族去遊覽嘛，嗬。係啊，多多少少如果地講，我哋南部有一隊客家人，按到6隊，嗬。其實我哋客人的生活多多少少是喺窮樣啦。但是你其實去到鄉村的時間，我感覺到說生活習慣啦，嗰度食的東西冇到窮樣。唔會，你食物喺台灣，又係應該差唔多，唔會講特別。有個種嘅是差青島，你講咯，種嘅有啊，其他種嘅有乜嘅種月桃葉，包嘅，喺就就特別係面條，都用嚟下來，嗰啲新潮是種嘅竹葉，都較磨面頭，但南部種嘅月桃葉，唔清楚。我哋相比嚟講，我哋北部有班種。好，我哋南部都完全冇班種。哎呦，我都睇過，冇到班種咯。然後人都講，我哋講對，都打米醬，不用去包嘛，嚇，我哋打好了像一個班的，用一個種的。跟我哋南部都真是完全冇，我哋南部都真係用米去撒的嗰種種嘅。咁像即個來到我哋嘅鄉村嗬，因為我哋可以咪一個講，其實鄉村佢過早以前要做生嘅時間，嗬，有搶嘅嗰度，譬如廣東嘅潮州啦，或者我哋南部6隊嘅人啊，嗬，去到鄉村去聽書去做嘅城牆啊，哦，嗰時其實基本我哋南部嘅部分有啲人客人家嘅部分，咁即個嘅鄉村嘅部分，還有遺留客家人嘅遺跡，冇嗰種風俗。個部分啊，要看個有啲客人嗬，像以前講嘅客人街嗬，客人街，是都喺南門附近嘅個廣寧宮嗰條嗬，個要青島，像有個三角里嘅里長，佢咩行嘅，唔曉講，佢唔曉講客嘅，佢一啲客家文化面清冇個組織好係啦，其實人推嘛按叫啦。咁其實人即個你成立咗社會以後，看到講其實喺我哋鄉村地方以前有安尼，曾經有安尼客人咧睇個大歷史嘛嗬。咁你又想到講，你可以遇到一道事情做嘛？像頭都有講民國100年嘅時候，你有判了一個接受一個櫃台什麼國王會嘅嘛？同時睇我哋嘅口音啊嘛，判了一個板條節。咁板條節一件事情。但係對外地來嘅客人來講嘅話，我感覺到佢神奇。變大家來鄉下來就變親撈嘅，做啲客家就會都本大家都個人認識，從嘅玻璃咧朋友咩來鄉下要來參加，佢民主國家做嘅客家人鄉下來。咁像呢，等於你講其實有幾多嘅法通嗬，都可以表我哋唔單止講我哋對外地來嘅客人嘅鄉親啦，無論我哋玻璃通鋪嗬，就本來睇大家睇我哋人體嘅鄉親，有呢啲嘅法通可以表他人，有啲機會他人互相去認識，嗬，互相去溝通，互相去交流嘅意思。錯，因為咁樣，係都因為我固定嘅聚落嘛，所以要靠當人嘅客家莊產房嘅不同嘅民主人嘅協會人來鄉下來認識交流啊樣嘅機會。咁除咗講參加一啲我哋客家鄉親嘅法通以外，嗬，咁即係呢種即係有本身有即係為一啲興趣啦，無論即係去做乜嘅志工，無論講我哋，因為我哋提供我哋其實鄉村一部分啦，我哋生態啊，好生態一部分其實係算。幾強嘅嗬，其實我哋南部嘅生態幾豐富嘛。嗰種我哋提供鄉村啦，佢譬如當然對生態一部分幾容易參加，咁一部分即係有參加也法通。有嗬，因為鄉村嘅生態面算真豐富啊，也像都鄉村咧嗬，有成10個隻嘅團體喺社區推展呢個生態導覽嗬，本身喺龍水裡，龍水應該水。就要是我基本上就水清流量，水是在天然的湧泉哦，要做灌溉喺龍水裡嘅有機稻作，喺龍水裡嘅
有机稻作喺台灣最南端咧，有機稻作區深山嘅米很多廊橋米，廊橋有機米。除了有機米以外，佢喺灌溉溝渠，有咩講田人，還有嗰個旱嘅，人講嘅嘛，望拉減水果嘅嘛，拉是旱嘅嘛，還有個做啲望旱嘅，還有個竹下工嘅，還有咩下工嘅就，還有啲攞俾你咩青島，因為我哋都嘅。龍南灘嘅蓬筍，龍南灘嘅迄酸係龍水里邊度，啊就村莊是都係龍南灘蓬筍有青島嘅聽日種鳥類冬季鳥、候鳥、青島，冬季嘅時節，從喺度就看到愛鳥人士把那個大炮去尋找嘅目標所以是真豐富啊！我哋嘅龍水生態村真豐富。唐老師，我感覺到講，其實龍水喺我哋南部尤其係鄉地方如果以生態、自然生態嘅部分如果有名啊，唔單止係也要用錢，做到我哋咧非常嘛要講到講也要嘅因為用錢保護個幾好，無染嘅關係，嗰時也要嘅自然嘅生態啦、下工啦、旱嘅啦，佢全部都還有。不同時以乾季出來嘅我哋咧田園咧有機米其實嘛算是幾有名嘅啲，但是頭都有講到講，喺龍銮潭嘅附近有幾多嘅我哋講冬候鳥嘛，幾多冬天嘅時節幾多嘅鳥嘅田咧嘅嘛，係甚至睇下人喺冬天嘅時節，佢好去看鳥嘅地方。咁種入部分嘅話，非常之個會同人研究小解講，基本咧伊啲生態伊啲情形。我哋本身咧要做生態導覽，或者社區嘅生態導覽員我都對恆春地區嘅鳥調做一個成果分享，就特沙期去介紹佢嘅沙期調查結果。我哋龍水差唔多有100種嘅鳥都我哋有算來都恆春算條件嘅，係條件嘅。因為佢龍銮潭本來都伊啲幾好嘅伊啲生態池啦，係嗰度調嘅期其實睇嗰邊可以落實嘅話，亦都可以如果現在睇嘅休息，然後人為的干擾又不少。咁像我們當初做伊啲生態伊啲導覽員嘅話，愛上課冇？有，然後是像屏東科大然後墾丁國家公園有人喺度訓練，從當年係啦，去經過差不多8-10個鐘頭嘅訓練，當年係3-4點鐘嘅培訓當做繼續做咧導覽人員資格。其實我哋喺南部算是一個物種幾豐富嘅地方，因為喺墾丁國家公園其實除了我哋做我哋生態調查以外，地公其實非常做嗰度志工。你冇講，因為3月退休以後，是冇買車啊，就參加沙期嘅老人家關懷據點逐禮拜是拜5嘅早晨，就參加去按照老人家做線上報道啊，講寫啊、登記啊，還有就是要把分配菜飯。嗰時除了我哋官方我哋南部嘅客家鄉親咧，啲文化交流以外，我哋咧也非常其實對我哋沙期地方唔單止生態啦，項目對我哋老人家照顧嘛，該進行下系列。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恆春嘅一飛總，同人講，而且佢哋恆春除咗做我哋客家鄉親文化交流協會嘅飛總以外，咪做為乜嘅
沙飞的服务。我想问一下飞总，因为头多吼，你已经有讲到头在龙水里嘛，有说到我的生态调查同事嘛，还有我的那个关怀据点的一个服务员吼，同时嘛，我听我的乡公所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天主去量体温嘛。可是我一直想问讲，可是你这个睇现存嘅南部啊，成班的研究。其實講我哋咧現在嚟講，我話唔係歸到我哋隱性嘅客家人，你從頭都唔講，我聽我哋咧南門嗰邊，當我哋咧廣寧宮嗰邊，其實都係以前我哋咧行業界啦，嗰種一當然要歸到係本地都係行業，更加是有當然是地質嘅行業咯，唔會講，我說我哋算是隱形嘅客家人，但是聽我哋現存當地嘅話。即個係喺研究，嘛要潛到講，譬如講我哋要客家嘅傳統啦，冇得講客家美食嗰啲點嘅嘛。那因為現存唔係有固定嘅客家聚落啊，所以真有名嘅餐堂客家餐堂是較少。如果較有道地嘅樣，像北門城外有個客家小炒，是客家食到是親道地啦，還有像都去南路嗰邊有個都在龍南橋附近嘅有個。而家嘛，迄客家鄉親做嘅素食麵店哦，親手發揚哦。做得嗰個睇下介紹嗰些，都橫公路嗰邊哦，有這個萬美豬腳哦，萬美豬腳滷品坊。我認識咧張地哦，我要去預定哦，張有嘅像嗰個高麗菜風啊，還有那個客家小炒，我要去先預定哦。其實主角真好食，我要去聽嘅客家菜樣，而家為了做準備哦，還是開始就讓食到就是真下人像回味嘅古早客家味。嗰種頭都有講到講，而邊人嘅時節咧發通地波要嗰度去撈客家粽嘛嗬。嗰啲種人哋曾經去撈到客家粽地波呀，唔有印象嗰度客家粽。哦，真多嗬，像還記得就有一年去東埔嘅富里社區哦，下熱情哦，都係差蠻多，其實排都喺度反映，互相交流創果嘅，大家創到千歡喜。還有從董事嘅社區，喺度去兩三邊咯，去個食幾個水果哦，睇下還有做嘅客家拌麵哦，請大家食到千歡喜。佢當然係會本來同啲人就講，大家要出嘛，咁呢出來咯，覺得冇係點咩嚟嘅？買到來。品嘗嘅好味道。因為頭都學我哋咧非總講啊，人咧護理啦嗬。咁啊，從頭我講，非講以台東人來講嘅話，靠海嗰邊係按照台11線嘛，台11線，靠山嗰邊都台9線。但係講對台9線嗬，嗰條線，嗰度客家鄉親嘅純正啊，比如對我哋台東市，慢慢的北上去池上，富里，玉里、鳳林。都真正都歸到喺客家莊，係我哋鹿野，其實嘛喺客家莊嗰個地方啊，咁等於如果我哋當初，我哋像我哋南部人來講嘅話，我哋嘛歸到鄉親，以前嘅時節都對我哋南部，很多人家話我哋講行得到台灣嘅最尾下，擺啲嘛都開始喺台東，嗰種將我嘛要前期全部喺台東，嗰種喺池上啦，頭東我哋咧非常講嘅富里啦，甚至沿着台9線一直往上走。北埔路口都還是有北埔嘅客家鄉親啊、新竹啦、苗栗啦，越過一個山，都到嗰邊去嘅。同時我哋行一路過好港鐵啦，一天我選嘅有山嘅港鐵嘅地方，嗰時都真係都，我都從我的朋友講，你去沿個台9線啦，你一路講客家都講上去，講上一路嗰度可以都強嘅啦。但是講南邊嘅話都全部睇到西安強好多富里嗰邊咪係算西安強，我都同講，佢一路講客家都講上去，佢全部都客家種。係啊，仲係T2嘅咩加語言哦，咩都係幾咩行。係啊，基本佢真係都學嗰度客家種，我都聽講，是真係，我哋客家人真係鬼厲害。唔單止對北埔西都，我哋南部都像我哋非常樣啊，從我哋南部可以西興我哋東部，可以西興我哋東部，佢到非常講個天嘅董事。
哦，其實同時聽我哋台中算是一個幾特別的一個客家莊啦，唔單止講伊比人講嘅強嘅同我哋，有些是冇咁樣，但是嘿，但是如果當時人睇啲台中地方，伊佢堅持去維持自家嘅一個客家文化嘅部分，咁部分自家非常自家有乜嘅感覺嘛？你講，伊講佢睇喺當時嘅地方，也係保留安完整嘅客家文化，有乜嘅想法？哦，因為呢個當時嘅吼朋友，那就河南嘅青島當時嗰邊來，因為佢嘢保留佢本來嘅客莊。較無我輩嘅人辦起個地區度，或者保留嘅青島嘅原始有嘅文化，全部係保留真好。意思如係講，其實喺當時來講嘅話，伊即個如我哋講自給自足啦。哦，一方面，反正語言少，萬語言嘛個少，吼，嗰時你可以睇啲啲佢無本人打擾環境地方，吼保留即個客家文化。一部分其實同我哋南部過搶。我哋南部樂隊吼嘛，係因為先天我哋咧先民體一片可以幾好嘅土地，吼，然後同時我哋呢邊咧熱條嘛幾好，嗰時其實樂隊一部分嘛保留幾多客家傳統嘅文化體啊，因為我哋都自給自足啊，我哋咪錄即個種啊，吼，甚至可以多都可以去外銷出去，吼，嗰時等於講體一片嘅行業都可以個盡量嘅保存個完整嘅客家文化，咁將即個體現存已經得。都也差唔多有40-50年嘅嘛，吼。咁接下來廿位嘅退休生活地方有乜嘅愛規劃嘛？因為咧接到咧客家協會會長吼，感覺啱啲咩心態吼，所以你將來做一條設施吼，所以會長想當地嘅客家先做流失咧啊，或者復甦轉來、請轉來吼，我哋推轉客家像美食啊、辦嘅 DIY 吼，青島嘅種客家糍粑是真有名嘅客家嘅吼，像入嚟辦條節啊，對面有做到吼，分享嘅鄉親吼，睇個識到講，真好食吼，係啊，就真好教嘅樂器吼，係咪？也就參加種嘅。二胡班啊，樂琴班種了下面就做演練吼，還是種今年嘅高雄八音樂團，有個高雄嘅美濃樂團，今日都會參訪吼，互相交流。哦，佢哋嘅樂團是親有規模吼，老闆都會比起來，像二胡班、舞蹈班是比起來是差青島，是相關，看還是因為做得到。那個樂團就較有規模嘅，上嚟。談方來，我哋非常有幾正確嘅一個路線嚟行嘅啦，嗬，幾清楚嘅路線嚟行。啊，同時我感覺到講，其實事情幾多呢？因為吼路線幾清楚，嗬，譬如講頭咧可以講，我希望講可以復振我哋客家，嗬，聽嘅呢個推廣我哋客家美食。好，第三面這個本地幾好嘅地方，去二胡，甚至講我哋八音團，哦，可以停頓拍緊嘢，可以從譬如講美濃嘅八音團一樣，嗬，做按嗬，哦，也俾路線幾清楚，好，但是我做細條幾多。譬如講我想睇啲乜講，唔講希望我睇我哋南部睇，尤其睇我哋恆春嘅地方，去幫我哋咧客家化嘅復興起來。咁一部分嘅話，要打算講一樣嘅做。其實。我哋從創會以後吼，是有個乜個客家歌教唱吼，但是全部搞客家嘅歌嘅吼，因為要2年，疫情關係才停脫，要疫情較鬆啊，我就想辦法去恢復哦，客歌教唱啊，客歌教唱是做得好青島嘅客家恢復嘅客家。佢種即個頭都要講到講，種有培養嘅同胞人嘛，嗬。啊，同時我哋嘅玻璃其實更加嘛，佢希望講可以去學客家。咁種有部分嘅話，而家就係講啊客家歌嘅教唱，嗬，客家教唱，要上到講去玻璃啦，冇咗同胞嘅片，同而哋咧村民強係學習。呢一部分未有嗬，從前幾年佢哋係慢按有規模以前。我哋恆春青島嘅客家，咁我哋
你个朋友个朋友要去搞其就讲客家，创客歌有唱。啊，不过其他有省乡个县政府个科学家委员会补助哦，有咱个有倡导省乡个搞。今年没有客家委员会补助个省乡来深耕客家吼，来搞个。伊去报哩以后，没有来现存来搞，所以陆续还有在推动因为我见讲下等咧，唔管是讲到屏东县客家事务处啦，吼，同下等下等咧客家委员会，其实对下等南埔嘅，尤其係通埔、埔里，吼，还有下等现存嘅部分咧，又想愛把客家嚴古落嘅，後期到村莊地位，其實真係佢度成立，吼，同時嘛聽說過，希望講真係一定下等鄉村，下等咧鄉民有安尼想法。好，下等咧政府如果做到難，但是又聽伊講，唔講啲客家糍粑嘅部分咯，客家米食嘅部分，呢個想問一下講，從入嚟噴發通以後，我發現到講，從現存啦，跟到客好老狀嘅人，對我哋客家米食嘅接受度會高冇？應該程度真係很容易接受。從入嚟做一下糍粑吼，大家感覺很好，做得有機會做得來參加，來學識做嘛。你客家鄉親嘅錢來做。係因為我哋客家人就是用專門最專長嘅嚟把米食啊，做無窮嘅變化，糍粑類啦，冇我哋嘅麵趴板啦、米糍粑啦，但是我哋龍水里都可以出我哋有機米最有名嘅地方。嗰種感覺可以真係可以用我哋嘅有機米嚟作為一種客家米食嘅話，哦，都真係一好加一好呢。其實我哋龍水有固定嘅流程是紅菇粿 DIY 啊，就做風板，教人做風板。有朋友在564是做的報名參加喺度做風板 DIY。咁係話建議啊，下做糍粑呀，什麼？係啊，冇得做我哋米糍粑，係冇。啊，你都做嘅紅菇啊，紅菇粿以外，都話有另外的木工嘅先生。做的多角進。人家講日久他鄉變故鄉，來到我哋南埔已經40年嘅一文權一飛漲，來到我南埔以後，就發現到講，其實南埔嘅熱情同南埔嘅一啲哪一種養土，容易沉沉嘅，如果睇我哋南埔，點解咁想我哋一飛漲？我想從上岸度，同我哋下飛嘅故事。什麼主持人？什麼各位朋友哈，大家有閒來恆春來龍水里來參加嘅生態旅遊非常歡迎，希望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啲上來橋岸運通哦。我跟福建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